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在。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伊伫众生民的顶面应该受敬畏。各位线上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咧厝的嘛会当徛起来敬拜哦，莫一直坐咧哦吼。咱伫咧厝内敬拜上帝，上帝就甲你甲我的身躯边三角伫地，阿妹吗？虽望咱的身体有软弱的时阵，但是咱要讲，主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甲你边仔的人讲，主的慈爱比性命较好。主的慈爱比性命较好。你的边仔若无人，就免特别讲，袂要紧。咱要来敬拜，因为主的慈爱比性命较好。咱要开嘴来学咯。主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主你的慈爱比性命较高，我要用嘴唇来学了你。你的慈爱比性命较高，主你的慈爱，主你的慈爱比性命较高。咱拍鼓啊啦，做伙来，主你的慈爱比性命较高，我要用嘴唇来学了你。你的慈爱比性命较高，我举起双手，讲主的生命来举起我手，放主的生命来举起我手。奉主的性命，奉主的性命来举起我手，奉主的性命来举起我手，我要用嘴唇来学了你，奉主的名来举起双手，两面的手甲主的慈爱比性命较好的时阵，请你用手比一个赞，甲咱的耶稣讲，你的慈爱比我的性命较好，好不好？唱到第二段，要举起双手的时阵，就举起你的正手，讲主啊，我伫这，我要举起我的手，要来敬拜你，要来靠着你的名，我们来宣告。咱要搁一摆，搁要用信心，我们来宣告，主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做伙来。主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比个赞。主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两个赞。我要用嘴唇来学了你，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三个赞。第二，奉主的生命来举起我手，举起来。奉主的生命来举起我手，我要用嘴唇来学了你，奉主的名来举起双手，主你的慈爱，主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一个赞，一个赞，主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两个，我要用嘴唇来学了你，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靠主的生命，奉主的生命来举起我手，我伫这哦，奉主的生命来举起我手。拍谱啊，讲靠主的名的人有福气啊！
拍婆啊，将乌乐甲阳光归互咱的上帝。伊是我的主，我的上帝。上帝是互咱快乐搁自在，伫咱的心中会当看到天父慈爱。春天的花香味，春天的花香味，互我感受上帝的大恩惠。空中的飞鸟是快乐搁自在，互人看见天父的大慈爱。伊听世间人伊捌你甲我，为着咱的罪，伊承伊家己，伊慈悲宽容，伊听你甲我，伊是我主，我上帝。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既然信的人袂沉沦，要得到永活。伊听世间到安尼，也听咱到安尼。春天，春天的花香味，互我感受上帝的大恩惠。空中的飞鸟是快乐搁自在，互人看见天父的大慈爱。伊听世间人伊捌你甲我，为着咱的罪，伊承伊家己，伊慈悲宽容，伊听你甲我，伊是我主，我上帝。伊听世间人，伊听世间人，伊捌你甲我，为着咱的罪，伊承伊家己，伊慈悲宽容，伊听你甲我，伊是我主，伊听世间人，听世间人，伊听世间人，伊捌你甲我，为着咱的罪，伊承伊家己，伊慈悲宽容，伊听你甲我，伊是我主，我上帝。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听阮到安尼，就算阮卑微小看，主你捌阮，主你有缘无弃扫阮，我要将你的话、你的听放入阮的心，因为你的恩典是教也完用，教也阮一世人会当跟对主你的脚步直直行，也到主你所为阮陪伴的所在。阮感谢你，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耶稣讲，我的恩典教也你用。当我拄着大试炼、甲痛苦的心，耶稣讲我的阮已就够了，打败我灰心对
虽然无法度来到圣殿，伫遮来敬拜，但无有啥物代志会当阻挡阮对你的敬畏。让叫阮透过线上的礼拜，搁一遍来敬拜你，用心神甲真实来敬拜。你是无所不在的神，无所不在的上帝。愿你的神充满伫大家家庭，徛起伫阮的心内。阮用心神、用真实，好好来敬拜你。虽然伫厝内，阮依然有迄个敬虔的心。愿主你话进入到阮的心内，帮助阮、安慰阮、扶持阮。听阮伫你面前恳求、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请坐，大家平安。咱线上兄弟哦，因为咱无法度来到伫教会伫遮来礼拜，所以咱犹原伫厝吼，咱犹原莫穿了伤凊彩啦吼，咱会通伫遮来做伙来敬拜咱主咱上帝。咱先来看咱周报的消息。我来控制。咱的疫情的关系吼，遮的病毒真正最近咱知影较属高峰期，所以教会伫5月22、29，咱暂停伫实体的礼拜专门来改线上
的聚会，所以请咱兄弟姊妹，包括咱的祈祷会这小组的聚会，请咱会通按照小组的通知做伙伫线上来见面。7月初3要举行今年度第4次的圣礼典，若要洗礼伫6月19进行。牧师也是行政干事来报名。后主日1点要召开405处的中集会，这个是线上吼，所以请各单位伫5月27进前提出你的报告的资料。若无法度参加的，提前牧师伫遮来请假。咱5月28、5月22、29吼，遮个温度的列车的装备训练拢由原改做线上用Google Meet 即款的方式伫遮来装备。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咱医疗关怀今仔日也暂停服侍一别。兄弟姊妹，咱知影讲，咱虽然无法度来教会，总是咱会通透过这个线上的奉献的系统伫遮来奉献哦。所以咱有遮个方式，你会通入去伫咱教会网站，这个网站内底你会通加入这个会员。也咱会通点选你所要奉献的这个项目上加100块。咱会通透过这个奉献有个人咧问讲教会有缘会伫每年开这奉献证明，咱会通来抵扣所得税。所以咱有透过信用卡，你若有常常咧用来Pay，用这个一寡会通奉献的这个系统拢会使咱教会拢专门会通伫遮来接收。咱也透过这个线上伫这礼拜3，咱的祈祷见证会第一区咱有缘会直播搁有咱会通透过Google Meet 这个咱会通有这个互动这除了敬拜团这服侍人员以外。咱兄弟鼓励恁会通伫 Google Meet 这个咱会通看你即摆会通甲翕起来，也是会通伫咱伫小组遮拢会去铺即个连结你会通点落伫遮来进入咱做伙伫遮来领受这上帝的恩典。第8组的苦慧卿姊妹伫5月19。拜4蒙主恩调因为这心肌梗塞享年70岁，要定伫6月初4，早起8点伫汤市立殡仪馆至真堂伫遮来举行入殓，9点要做火化礼拜，下昼1点半伫教会2楼举行个别礼拜。下晡的4点要到第三节的天品山庄伫遮来举行安放的礼拜。特别遮个家属无有信主请咱兄弟特别为着遮个遗族来代祷愿主来安慰因嘛有感受到教会迄款的关心拢真正有好的回应其他请咱家己来看。兄弟姊妹，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读2遍，做伙来。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迫切追找你，亲像地空旱无水，我的心神喙焦较无你，我的肉体羡慕你到要分去。诗篇63篇第1节，搁一遍。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迫切追找你，亲像地空旱无水，我的心神喙焦较无你，我的肉体羡慕你到要分去。诗篇63篇第1节，咱做伙来备万心，来献上咱的感恩。咱不便来教会的奉献的咱会通透过教会的这个账号伫遮来进行线上的奉献。教会需要你的关心、支持、参与，
你会通伫遮来做伙经历上帝赐福气满满伫你的中间。咱做伙起立，咱来伫遮来感谢。亲爱的上帝，感谢你，咱伫遮来对你来敬拜、来学乐。主啊，虽望济兄弟姊妹无法度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但是愿知主你教阮三角伫地，教咱面对这一切，因为主你疼疼你的囝儿，虽望咱阁会拄着济困难。甲苦痛，但是因为主你的慈爱，你甲咱三角伫地，咱会当领受你对咱的爱，互咱来面对这一切，包括这个疫情，嘛感谢你，互阮有智慧甲能力来面对这疫情的搅扰。当咱要献上阮的时间、金钱甲才能，奉主来。我若要来对圣公来做所用，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要接落进前，咱彼此来祝讲上帝恩典教业你用，上帝恩典教业你用。我兄弟，咱要做伙来读上帝话，记载伫路得记路得记第1章，咱要对第1节来看到第5节。路得记第1章第1节来看到第5节，咱要做伙来读上帝话哦。咱现场这个同工以及线上的兄弟，邀请你做伙来开嘴来宣告，来读出上帝话。第1章第1节，做伙来。自始伫你以色列的时代，犹大地发生饥荒。有一个人带伊的某甲2个囝，对犹大的伯利恒搬去摩押。这个人名叫做以利米勒，伊的某名叫做拿俄米，2个囝名叫做马伦甲基连。因是犹大的伯利恒出身的以法他人。因到摩押地就住伫遐。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去，放伊甲2个囝。迄2个囝带摩押女子做某，一个叫做俄尼巴，另外一个叫做路得。因住伫遐约10年久了后。
马伦甲基连两个人嘛死去，剩那俄比家己一个人，无翁嘛无囝通靠。愿上帝话透过安尼，互咱明白。今仔日透过这段圣经的背景，互咱知影讲，伫迄个拄着连歹代，拄着侪这个困境，咱免啊面对。这个生活敢阁过会落嘛？咱做伙来祈祷。主啊，透过你的话，透过所要分享的，帮助互阮会通明白。虽然现在阮伫苦境，伫迄个困难，甚至面对亲人的死失，迄款阮毋知要怎去承担面对的时，主你无放杀阮，你要透过路得记。互阮看见伫困苦中的救恩，你的安排，你的引带，我们要倒转来到你的面前，你的圣神来帮助阮，用讲袂出的吐气替阮来祈祷，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价值，叫阮去行，互阮拢正做得到福气，得到恩典的子民，同心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弟兄姊妹，咱顶礼拜毋知有看到新闻哦，我相信新闻拢一直咧报哦。顶礼拜发生伫美国加州的甘县尼湾教会即个长老教会，咱看即张图片哦，咱知影讲有一个枪击的人伊也穿佮炸汽油弹，准备要大伫遮来杀害。因为一寡遮个政治的理念，虽然伊是基督徒，总是呢，伊做出上帝无欢喜、正人戆影惊吓即款的代志。其实迄个张宣信牧师吼，伊看到安尼，伊就举椅伫遐来讲即个凶手吼。这张宣信牧师是我的学长吼。即马是伫台北南门长老教会的主任牧师，拄好放假，倒转去到伫过去牧会即个尼湾教会伫遐。因为伫迄中间，大家来欢迎，所以下晡有一个餐会，大家伫遐三甲欢喜咧聚集，总是无拍算。即个凶手应该是计无好势，计划好势吼，所以伫迄中间甲门关起来锁的。铁链链条的，佮用3秒胶将迄个锁匙孔甲链掉。你也看即款的人真正吼，早就有遮个计谋，想要甲全部的人伫遐来杀死吼。经过即个现场的目击者来看见讲伫牺牲的即个郑达志医师哦，伊其实伫即个枪手是真远，总是伊。勇敢对别个房间伫遐走，冲往即个凶险，要保护在场的遮个是大人，遮个长辈吼。因为在场来讲是伊上少年的，所以伊无迄个时间去考虑讲家己的性命会安怎，佮有是毋是会上头条的新闻哦。即款是其实值得咱的敬佩吼。即款的本领咱就称作讲家教啦吼，互人敬佩即款的家教实在是令咱来敬佩。其实伊是陪妈妈吼，倒转到伫遐来做礼拜。另外，咱来看讲即个周文伟即个嫌犯，伊嘛自称伊是基督徒。美国的即个新闻报道。枪手即周嫌，伊讲伊是基督徒，甚至伫伊的车顶面嘛有迄个示威架安尼吼。所以伫遐咱来看讲，有2种的基督徒所表现出来，咱会无相款。一个是杀人，一个是为着救人，互人杀。检查咱心中有无共款的即个想法，咱的脑中有一寡遮的疑问哦。歹人哪会拄着遐好诶事？因为若咱看美国诶影集哦，
大概这嫌犯枪杀了后，拢会互警察拍死，总是伊只是互人制服伫涂骹，然后伫遐受掠。另外，咱也看讲，即个好人是安怎拄着这个歹事，伊为着要救人，却互即个枪手伫遐来拍死。有一首即个囡仔歌，囡仔的诗歌，讲阮的心中有两个王，看对一个较强，一个是爱我落地狱，一个是爱我上天堂。落地狱的是魔鬼，上天堂的是天国王。幸好耶稣会通进入到伫天堂。这是咱伫罪恶也是囡仔哦。过去你若常常伫教会捌唱过即首的诗歌。其实伫遮要伫提醒咱讲，什么人会通互咱会通得到永远的活命呢？会通帮助咱虽然面对死亡，但是咱犹原有永远的盼望。伫圣经内底，人耶稣捌讲提醒咱哦，讲咱应该爱惊什么人？是迄个地面上的迄个掌权的，咱应该惊伊吗？还是对一个会通互咱惊的？咱做伙来读这段圣经来。会害死身躯，却袂害死灵魂的，恁毋免惊。颠倒着惊，会将灵魂甲身躯ฮ็落地狱毁灭的上帝。所以兄弟姊妹，互咱知影讲，为什么这个第一书哦，会通拼命，伊毋惊死啊？哦，虽然现在伊冒着性命的危险，但是伊知影哦，伊的生命有得到永远的活命。所以伫遮。耶稣在提醒咱应该通惊的是啥物？是即个地面上即个魔鬼王，也是想属咱永远的上帝。今日咱要透过路德记哦，咱要伫遮来看。伫迄时咱最近拄啊读士师记拄啊读了吼，读了你有注意讲最后一句无？咱做伙来读来。迄时以色列人无王。逐个人拢照伊看做对的去做，所以伫迄个时代，咱看以色列无王啦。到底即个王是咧指啥物？过去如果你有听迦南之声哦，你就通听牧师在分享，其实即个王是咧指耶和华上帝。当因心中无耶和华上帝，离开耶和华上帝，然后家己做王做主的时阵。路德记就拄好犹原伫迄个时代哦，伫迄个时代，所以咱看讲要接续士师记第21章上尾一章上尾节，伫遐咧提醒咱讲，迄个时代背景，有当时啊，咱看讲拄啊迄个枪击案，好亲像有类似哦，迄个状况，好亲像人的心无上帝的时阵，为非三罪哦。虽然伊讲伊是基督徒，但是所做出来却是魔鬼王爱做的。所以兄弟姊妹，伫迄时逐人照家己看做对，伊家己有一个自主的判断，家己的想法哦。所以接续今仔日咱路德记一开始，咱来看讲真久以前伫士师治理的即个时代，地面上发生啥物？拄仔咧。讲因伫伯利恒发生啥物代志？饥荒啦吼，都种未起来啦，所以发生饥荒。所以伫圣经内底有几遍在提起讲迄个饥荒，到底饥荒发生的原因是安怎？咱念伊会来看吼。所以咱小可了解迄个背景，就是伫迄个背景中间有发生饥荒。即个以法他人，你知影伯利恒因原底是住伫伯利恒呢？伯利恒是啥物所在？牧师去过5遍啦吼，咱在场嘛有捌去过吼。啥物所在？牛失之仓呢？粮仓啊！意思就是讲，即个所在伊的粮食真丰富啊。以法他是伫讲啥物意思？以法他是真肥啊，肥沃，
真肥的所在，是安怎会拄着饥荒？一个以利米勒，到底为什么规家去暂时移民，走去摩押？到底安怎？伫遐尼歹世代，咱要安怎伫遮？有啥物款的好的事会发生伫咱中间？伊拄着歹，拄着遐无好，伊想讲摩押较好，所以伊就去到迄个所在。但是敢有较好？所以今仔日透过这段的目的，就是要互人知影哦，认识上帝，互人会帮衬啊。因为咱会对这个阿伯拉罕也是以撒，因嘛有拄着饥荒啊，因安怎做？第二，咱要来看讲，认捌人对上帝要安怎求帮衬，这是互咱伫生活中间哦，因为咧提醒咱拄着困境的时阵，兄弟姊妹，咱常常会凶狂，凶狂了后，就是家己做主张啊，要牵线，照家己的意思，总是咱看，伊看做好，总是愈来愈歹。总是有的人伫歹的中间，伊倚靠上帝，倒转到上帝面前，亲像路得。咱若看到后壁，你就看讲，哇，迄个故事非常的精彩吼。有一遍我伫新庄有办一个歌戏吼，来演路得记啊。迄歌戏是安怎演路得记？结果2000外人伫遐看甲真正哇，讲阁有无啦安尼吼，所以真。看甲真适拍安尼吼，迄演了足好诶，这是头一遍吼。圣经诶故事还通用歌戏来演吼，逐个拢无想到吼。所以透过迄个剧情，会通帮助人，讲伫人无毋茫。你知影讲，这三个寡妇啊，特别拿俄米啊，无翁阁无囝，要安怎伫遮来面对伊以后？伊的生活，但是起码检查你拄当伫迄个歹的事的中间，检查你受到这魔鬼的束缚，亲像咱今仔所看这段圣经，什么人是我的王？神是你的王吗？这位上帝是你的王吗？所以今仔咱要倒转来到伫这段史书地理以色列的时代哦。所以伫遮咱有看讲犹大来发生饥荒，伫最后一章拄牧师已经有甲咱讲人无掠做上帝的时阵，所以伫遮土地就是拄着即个饥荒哦。其实无论是过去也是近代的遮个时代吼，拢有即款的代志发生哦。所以伫遮即个叫做以利米勒，伊的名。其实伊的意思就是上帝是我的王咧。上帝是我的王，总是照迄个时代安尼来对照咧。上帝是我的王，但是迄个时代的人讲，阮无王，无上帝啦。所以逐人照家己的想法。以利米勒嘛是相款哦。上帝是我的王，你应该尊重伊，但是伊大主大义，拄着困苦，拄着饥荒。伊怎啊照家己的意思来行来摩押？连面咱会讲摩押是啥物款的所在？所以伫遮拄啊牧师甲咱分享，伯利恒是牛村，以法他是真肥的所在。总是咱看到拄着即款的困境，所以以利米勒伊就想讲遮即马未大日，所以咱就来即个摩押，无久。无拍算，伊就死伫迄个异乡。接续因两个囝嘛死伫遐。你也看讲，上帝是我的王，但是因两个囝号的名咧，因两个囝号的名，一个叫做有病，一个叫做真衰烂。毋知安怎去号迄个名吼，总是人若心中无王，伊的生命就拄着即个。病态，人就衰烂，所以接续这两个囝拢死伫摩押，伫迄个异邦的所在。所以以利米勒即款的行动，其实咱伫遮看讲，这三个查甫人拢过身了。
当的迄个时代是安怎？查某人是靠查甫人在生活呢，所以男儿女无依无我，要安怎？伊未来的路毋知要怎行。伊的名本来是甜啊，但是倒转去到伫故乡讲，恁莫叫我是甜的啊，我是艰苦的，我真苦啊。即摆我鼓励咱吼，继续看落，真趣味吼。伫遮咱看士师记是安怎？无毋茫的时代，无上帝掌权的时代。但是今日咱要透过路得记哦，咱来看讲上帝为虾米来透过一个受咒诅的民族，一个女子路得，然后伫遮来成做耶稣基督这个族谱内底的祖先呢？应该大笔爱叫伊啥物？恁知无？大笔叫阿祖啦。所以大笔到伫受了到巴比伦，巴比伦到伫耶稣基督。你要看4代了，过来咧，14代、14代，安尼几代？28代了啊，佮加头前吼，咱看路得吼，甲普阿斯结婚。然后生伊的囝，佮生亚西，亚西佮生大笔，这4代加28代，拄啊32代。所以咱看对阿伯来喊，一直到伫耶稣基督14代、14代、14代，42代。所以伫遮一个外邦的女子，一个受咒诅的民族。为什么会通成做耶稣基督族谱的祖先？这就是互咱看会讲，当人心中若无上帝做王，迄个苦境临到无毋茫。但是咱要伫后壁煞接来看路得，伊会当伫遮甲伊的大家讲：你的上帝就是啥？我的上帝；你的国就是啥？我的国。所以伊伫承认。上帝成做伊的王，成做伊的上帝国，成做伊的国的时阵哦，你也看，即个救恩伫士师的时代，无毋茫，总是后壁咧，有迄个光哦，伫遐好亲像有一个毋茫，所以伊嫁入伫即个家庭，虽然拄着翁伫遐过身，因爱面对未来，毋知要怎行茫茫渺渺的道路。路得成做以利米勒的家庭的人，伊也有份安怎入去伫即个救恩的内底。牧师常常咧带遮个要决志的兄弟姊妹吼，做一个祈祷哦。我常常邀请因耶稣主权的祈祷，就是我会带因安怎，你要邀请耶稣做你灵的主无？伊讲袂好，我就带伊讲。我邀请主耶稣做我灵的主，搁来分咧。牧师常常甲咱分享，搁来分就是掌管咱的想法哦，思想哦。所以主耶稣，我邀请你做我思想的主。想法会影响咱的情感吗？所以主耶稣，我邀请你做我感情的主。感情的喜怒哀乐会抵到咱决定啥物哦？心情歹，心情无好。就安怎黑白太人？你也看这个周文伟就是安尼，因为一个想法、政治理念无同，对台湾的受分，所以呢，伊就有迄个预谋伫遐要来杀人，讲平平拢是主来呢，为什么安尼做？所以迄个想法影响情感，影响伊的意志，所以伊就最后决定好的也是歹哦，所以。邀请耶稣做咱的意志的主，过来影响身躯。所以主耶稣，我邀请你做我身体的主、身躯的主。所以牧师伫要带人做决志的祈祷后壁，我一定会带人做即款的一个祈祷，邀请耶稣伫你的心中，将你的主权交予伊。意思就是讲，来，你来做我的主，做我的王。因为我无法度做主啦，真侪代志咱无法度做主。但即摆，上帝是你的王吗？上帝是以利米勒的王，
问题咧，我的上帝，你真正是我的上帝吗？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我是我的王。所以即时，伊就家己伫遐来决定大主大义，所以伫遐来偏离上帝的恩典。咱再来看几段的圣经，以色列人伫士师的时代哦，咱看讲因安怎做哦，来做伙来。你嘛毋通甲即所在的居民立约，着拆毁因的祭坛。恁竟然毋听我的话，恁是安怎安尼做？来第二段来，以色列人做上主看做歹的事，袂记得上主因的上帝去服侍遮的巴力甲亚舍拉。这是伫迄个士师时代嘛，其中一个真惨的，就是为什么因拄着饥荒拄着遮个苦境哦。过来，基甸死了后，以色列人背叛上帝，去拜巴力，用巴力比利土做因的神明。以色列人袂记得解救因脱离四位对敌的上主，因的上帝嘛无因为耶路巴力，就是基甸为着以色列人做的好事，好款待伊的家庭。咱来看讲，遮因拢偏离上帝，还有一段来，以色列人搁做上主看做歹的事，去服侍巴力甲阿斯塔罗，以及叙利亚、西顿、摩押、阿文人甲非利士人的神明，因弃杀上主，无服侍伊哦。所以伫遮因无掠上帝，亲像以利米勒的名讲。我的上帝是我的王，因讲我是阮家己的王，所以阮家己做主张。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以色列人因做上帝看做歹的事，上主就将因交伫对敌手中几年安尼。兄姊妹，互咱看讲，即个饥荒嘛是因为因想要家己做王哦，家己咧伫遐咧做的时阵哦，咱看今仔日咱所看的路得记哦。伫即个路得记，就互咱伫遮来看伊讲，伫士师治理的时代吼，犹大地就有一个发生饥荒啊。即个人来搬去摩押，离开上帝，进到伫迄个受咒诅的土地。咱知影讲，即个摩押甲阿文人是啥物人的后代？兄弟姊妹，考试一下来。罗德啊，吼，罗德吼，伊安怎因某流恋迄个索多玛，偏偏叫伊袂使挖头，结果一挖变啥？盐条。所以阮若去迄个盐海迄个所在，迄导游讲好亲像哦，吼，好亲像尔啦。不过咱知影讲，因为流恋伫迄个车花宴乐。即个城，结果伊的太太罗德的太太就变盐条，所以呢，伊甲伊的罗德甲伊两个查某囝吼，就伫遮离开，然后伊对伊的查某囝伫遐来生摩押甲即个阿文的后代，所以会使讲即两个民族是乱伦伫遐产生的一个后代。所以伫圣经内底，其实也是受咒诅的哦。所以伫遮兄弟姊妹，咱伫生活中间，啥物人是正做咱的王？伫遮已经互咱清楚知影讲，若离开上帝，迄个饥荒也是上帝将因交伫对敌的手中。这嘛在提醒咱哦，伫咱的生活中间，咱要安怎伫遮来选择？因为以色列人因过去甲摩西立约，因甲约书亚立约伫迄个事件的所在，总是因面对着未来的生活时代。这士师的这个时代，暗示就是讲伫信仰的过程的中间失序啦，失去迄个对上帝应该有的处事，所以伫遮啦，就是咧背叛上帝的一个时代。伫美国参议院有一个有名的义牧叫做罗德
欧尔卫牧师哦，有一遍哦，伊甲一个真成功的杰出的企业家伫遐食中昼顿的时阵，另外有一个富人人哦，贵妇啦哦，伊就认出即个企业家。伊无想讲这真有名的牧师，伊来请教讲，我人生的路要安怎行？可能伊心中的想法就是讲，这个企业家真成功，我要安怎伫遮来甲安怎请教看，我要安怎投资，我要安怎伫遮有即款的成功吼。所以伊嘛真无客气，真安尼，人讲摇摆啦、骄傲所以行起身就对啥？对这个企业家的脚趾边甲扒一下吼，甲大力甲拍一下伫遐甲打一下哦，结果人当咧啉咖啡，你知影效果安怎？迄破甲规身躯啦吼！迄款的动作了，佮将伊的迄个披肩即个巾吼，安尼翕一下吼，翕着迄个牧师的面咯。结果即个企业家当伊咧甲伊对话时，企业家就甲即个妇人，即个女士讲，女士伊就抱歉啦，讲歹势哦，真正歹势。即个企业家就看到伊的目睭，就对伊讲：女士，毋通讲歹势，你爱做的就是爱改变，你爱改变你的态度，你爱改变你的想法。兄姊妹，其实短短即个故事咧提醒咱讲，有当时咱有家己的想法，咱用家己的方式，想要达到咱家己的目的。总是这位成功的企业家，伊真无客气咧提醒伊讲：你毋是讲歹势就好，你应该爱伫你的生命中间来做一寡的改变。兄姊妹，咱看伊利比勒，伊伫个生命中间，伊嘛需要做一个改变。检测基本是暂时的，总是咱看伊讲，因暂时去到伫即个摩押伫迄个中间来架骹。总是伫遮，咱有看讲，圣经甲咱讲，因一个住伫遐住几年，10年啊，搁带新妇哦，两个囝甲两个囝带新妇，表示讲因伫遐来定居落来。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因的信心失落，面对饥荒因离开仰望倚靠上帝的即款束缚的地。咱相信，当一段时间，即个牛村应该会当伫遐来恢复。总是因却用家己的意思去投靠这外邦摩押。这摩押拄牧师已经有讲过，是受咒诅的所在吼。所以伫遮咱看讲，当咱家己无掠做上帝最王的时阵，咱所做的就是无照上帝的意思。咱来看这段的圣经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去。放伊甲两个囝，马伦甲基连两个人嘛死去，剩那俄米家己一个人，无翁嘛无囝通靠吼。伫遮咱有看伊讲，失去迄个信仰，伊失去迄个生活的依靠。总是咱来看，共款是面对伫即个饥荒的时，以撒伊安怎伫迄个饥荒的所在？伊本来要到别个所在，总是上帝对伊讲讲你袂使去，所以伊后来伊到伫基列尼基拉尔，伫迄所在来住落住落时，你也看共款是面对着迄个困境的时代，迄个所在，但是呢，咱来读看卖啊，伊伫迄个所在遵照上帝的命令去行的时阵，咱做来读来，以撒伫迄所在正做。迄年得到100倍的收成，因为上主赐福伊啊。兄姊妹，伫困苦的时阵，咱是毋是家己大主大意，用家己的想法去做那安尼，咱就会拄着真侪遮困境。伫遮圣经嘛，咧提醒咱：你趁啥物，你会得到啥物款的果咱做来读来。恁若趁本性，我会直到死；恁若靠圣神除灭，是的恁若靠圣神除灭肉欲的行为，就会活，就会活。
所以伫遮讲靠本性，你家己要做王。你若靠信心，就是邀请上帝成做你王的时阵，那安尼你就会得到活。咱来看讲好事的天国王，魔鬼就是来要毁坏、要抢、要偷摕，总是这位王来就是要帮助咱、吸引咱，互咱倒转去到伫伊的面前哦。所以摩押的女子哦，拄好讲是受咒诅的一个民族。所以伫遮咱看根据摩西的律法，阿文人甲摩押人，为什么因袂使伫遐来参加伫上主的会哦？甚至到伫10代哦，因嘛袂使用安尼来加入哦。总是咱看讲，伫遮咧即个罗德就无共款哦。罗德伊愿意伫遮来军队拿后米，另外一个新妇伊就离开，倒转到伫伊后头，因看无头前毋望。总是即个罗德，伊会通真正忠诚，然后咧伫遮毋是咧讲到一个家庭的大家新妇的问题尔，伊咧讲起一个上帝子民甲上帝之间的关系，迄款的互动。一个摩押的女子，外邦异邦的女子，受咒诅的即款的民族，但是因为伊的忠心，因为伊伫迄中间来军队，伊会大家拿后米，所以伫遮，互伊后来就成做大笔的阿祖，成做伫耶稣基督族谱的祖先。像姊妹，咱看讲，啥物人会通伫遮来得到即款的恩典的？咱做下读来。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迫切追找你，亲像地空旱无水，我的心神喙焦较无你，我的肉体幸无你，到要分去。你有亲像迄款的亲像罗德，也是讲这诗人伊伫迄中间来较无即位上帝。你即嘛，即款的心态真要紧哦。咱也做伙来读这段来，实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这是耶稣，互人会通伫遐来亲近伊，恢复伫过去上帝所要互人的恩典。所以伫遮罗德虽然过去伊的民族受咒诅，但是因为伊愿意伫遮决志来军队。今仔日咱嘛是共款。过去可能你伫迄个拜偶像的背景中间，总是上帝互咱有机会。伫迄中间，我常常咧设定这个对象，设定这个 best 对象哦。透过迄关心的行动，然后伫迄中间甲因伫顶礼拜我阁为着一个少年家妈妈带伊来，然后甲我讲一寡这个内在伊的心声，伊所拄着的困难，最后牧师嘛甲伊分享。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个救恩，然后邀请伊用耶稣主权的祈祷，就伫我的办公室，为着因伫遮来祝福。伊嘛开喙讲：耶稣，你做我灵的主，思想、感情、意志甲身躯的主哦。所以伫遮，既然实行上帝的旨意，就是耶稣基督兄弟姊妹老母，就是讲迄个连结、迄个关系哦。所以咱有看讲路德。伊互圣神伫遮来引带，其实伫遮咱有看见伫圣经内底有一个真有名的故事，就是约拿约拿上帝叫伊去尼尼微城，对无？甲因讲恁要毁灭啦，总是伊安怎走去佗？走去他死的。上帝叫伊往东，伊却往西啊。所以到尾去互上帝掠倒转来，伊伫鱼的腹肚，伊感受到好亲像要死亡的中间，面对迄个困境，伊感谢，伊用诗篇的话伫遐来祈祷。我要举目看远山，我的帮山是对倒落来。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伫即个约拿，伊面对着即款的尼尼微城哦。上帝甲讲好，你去甲因讲，我40天了，要伫遐来毁灭。结果咧，咱看讲上帝后来，因为这尼尼微城，连这王一直到伫前生，拢伫遮来三悔改。所以上帝安怎？上帝怎啊怜悯因啊？结果咧，即个约拿却甲起圣地啊，讲上帝啊，你毋是讲要毁灭啊？
你若无照你的意思，害我做无民主的，安尼可能是因为伊无民主，因为我话讲喙啊，可能因会感觉讲我所讲的无准啊。啊，先知讲的无准，你也看得到，互人讲啊，你的话袂信实啊吼。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伊无了解上帝咧，伊无了解上帝的心意咧。兄弟姊妹，有当时咱会感觉讲，咱的想法是对的，所以约拿伊嘛伫咧中间，伊面对上帝的话，你毋是讲安尼吗？总是咱会是安尼。有当时咱会感觉讲真严重，咱的民主问题，咱的身份的问题，敢有遐严重吗？主权在伫上帝，国我在伫上帝，伊的生死权柄是伊在掌管哦，毋是你我。兄姊妹，所以咱今日咱看讲，伫即段圣经咧提醒咱，一位去传达上帝的话。总是因为上帝的怜悯，总是伫遮伊安怎掠家己做主。啊，你毋是讲安尼，啊，我应该是照我的想法，你应该伫遐来毁灭啊。所以有当时咱看讲无合咱家的意思，咱会感觉无民主。总是咱无感觉讲上帝因为伊的慈爱，因为伊的怜悯啊，咱会照咱家己的方式伫遐来做。所以，伫约拿书的3章4章伫遐，咱看讲，伊用伊家己的想法，伊用伊家己下世想去求死，伫遐来想起咱呢，咱对上帝中间，甚至犹原亲像囡仔有当时伫遐咧洗圣地，啊，你拢无照我的意思，我无爱甲你信啊，无爱甲你信道啦。兄姊妹，有当时咱就是亲像安尼哦。求主来提醒咱、帮助咱，要怎用真实来对待人，你要怎甲这位上帝来建立好的关系。最后，我用一个故事来结束哦。老牧师甲我分享有一个故事，就是最近的访问这个对象叫做文轩哦。这个文轩伊是伫1999年从事伫原住民中建这工作吼，所以伫遐帮助这原住民，因伫这个中建电脑资讯的顶面吼，网络伊有一个真好的这个男朋友叫做陈德明。我去了解讲，伊这个兄弟吼是信主的，是台中新民教会出身的吼。后来伊伫即个大学的时阵，伊有得到一个病叫做胸腺癌胸腺癌吼。伫这中间有经过开刀，嘛有好像有控制掉的。伊两个感情真好。有一边伊去埔里看到伊的女朋友伫迄中间来协助这个原住民的事工，所以伊就感动，所以就失去伊原来伫迄个精英电脑迄个电脑的工作伊就去到伫即个埔里伫遮来协助做伙来投入，就是讲伫原住民安怎伫迄个偏乡的所在帮助因伫迄个网络遮个资讯遮个资讯。互因会通伫迄中间培训人才啦吼。无拍算伫2004年的时阵，伊的癌症复发吼。后来开刀了有得到控制吼。2005年，我去遐看真有意思诶。伊捌参加伫台北这个民权长老教会，迄是牧师第2间教会，我是伫遐服牧我伫遐第1任的牧师。伊会通发声了后，伊参加伫迄个诗班来参与服侍吼。总是伫迄个过程中间无拍算伊伫2007年伫厝诶人伫伊诶女朋友诶陪伴中间来安息主怀这个陈德明，这个文宣伊是无信主诶所以感觉讲。上帝啊，你真正是上帝吗？我的男朋友遐尼敬畏你，伊拖这个老命，搁去
照着信仰伫迄个原住民迄个所在来合作，你哪会安尼对待伊？所以伫伊的男朋友即个个别礼拜了后，伊就甲即牧师迄个主持牧师挑战。即位上帝我要哪信啊？即样遐好的人，是伊拄着安尼，7少年8少年，上帝就甲调转去。即个牧师也讲是啊，咱拢会面对这个疑问，你会通伫遮对上帝来挑战，上帝会通互你挑战，你去了解这本圣经，互你去了解。最后，伊咧陪伴，看见伊的男朋友伫迄个面对癌症、面对迄个痛痛的时阵，伊就常常用上帝的话伫遐来读，然后伊会通伫遮平安困。伊嘛咧想对啊，伊的男朋友伫迄个困苦的中间，伊是安怎会通透过祈祷，虽然足痛，但是祈祷了后，上帝话宣告了后，伊会通安眠好困。所以伊开始去追求这信仰。后来伊信主啊，信主了后，后来有一个真好的这个男朋友，这嘛是基督徒。伊甲讲如果你若要甲我结婚我无法度用100%的疼来疼你啊，因为伊甲伊的前的这个男朋友感情太好了，我可能只会通80%啊。那安尼你要甲我结婚吗？另外这个就讲好，我要甲你结婚因为伊徛伫伊无共款的信仰所以伫遮伊用上帝疼来接纳。伊看过伊所写的册，所以伊有安怎接纳。虽然你可能会用80%的疼来疼我，总是我愿意甲你结婚。无拍算结婚了无偌久无1-2年的款即个查甫的煞中风啦。所以老牧师在分享的时候，伊嘛语重心长，伊就感同身受。但即个我来看讲，即个故事即个伊结婚的翁婿伊的情形差不多甲我的老爸共款，脑会即个血筋瘪去然后只有剩目睭会当念。所以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嘛感同身受咧，我嘛感受同理着迄款的因的艰苦啦。所以我的老爸迄个时阵嘛是共款，倒咧安尼脑干这大条的血筋。钓到的时阵，只会通用问然后伊的目睭念安尼表达。我感受过，我知影讲迄个过程的艰苦，甲担又愿安怎，伊爱去照顾。总是因为有即个信仰，伊会通面对伊的困苦。今日咱倒转来到伫即个路途共款，咱要接续看落去的时阵，你也知影讲。因为即个信仰，你的国是我的国，你的上帝是我的上帝，所以伊会通面对你未来无暗算、无茫茫渺渺的道路，伊会通继续行落去。兄弟姊妹，今仔日上帝嘛知影，可能你拄当伫迄个艰苦，伫迄个歹的过程中间，但是如果你若真正会当倒转到上帝面头前，真正亲像以利米勒，迄原来名的意思，真正意思讲，上帝是我的王。那安尼，上帝会帮助你伫遐来经过这个苦境。咱做伙伫遮要来恳求上帝来怜悯。咱用这首诗歌，咱要伫遐讲，我愿意称你做王啦。上帝啊，我愿意称你做王，是亲像以利米勒原来迄个名的意思。上帝，你是我的王，我交我的主权伫耶稣你的手中，伫上帝你的手中。我顺服伫你的引带，伫你的带领，互我会通伫遮来顺服你。你是我的王。当我愿意称你做王的时阵，你是我的王，你是我的上帝。咱做伙用这首诗歌
伫遮来回应哦，伊是我主，我上帝。春天的花放美，予我感受上帝的大恩惠。空中的飞鸟是快乐个主宰，予人看见伊的大慈爱。伊听说。刚才你伫迄个困境，你毋知影你的头前的道路安怎行落去，伫你的心神内底，检测有受束缚、无自由，亲像路德，亲像拿俄米，因头前的路毋知要哪过，失去迄个倚靠。失去经济的迄个调少，要安怎行啊？行袂落，敢才想要放弃。哪有比已经孤单？好啦，恁两个转去啦，转去后头啊。伊想要家己孤单行落去，总是无拍算啊。上帝家己伫遮来引带、吸引、充满伫路顶。一个外邦的女子，伊愿意伫遮军队，愿意伫遮掠上帝，正做伊的上帝，正做伊的王。当人失去上帝做伊心中的王的时阵，迄个世代混乱，拄着死失。面临着迄个困境，但是主上帝，阮感谢你，透过路得记，要互阮看见，伫迄个无五茫的时代，上帝你竟然安排一条出路，你竟然互人会通回转掠掉你归向你的时阵，你就正做伊的王，正做伊的上帝，正做伊束缚源头，也正做伊救恩的一个管道。感谢主，互阮会通伫遮面对阮家己人生的苦境，提醒阮掠上帝，你做阮的王，做阮的主，帮助我，特别伫即款的混乱的世代、黑暗的世代、惊吓的世代，
主，你是我的主，你是阮的主，你是台湾的主，阮的好处无在伫你以外。愿主耶稣基督，你赢过死亡的关系，享受你的权能充满伫阮的身上，帮助阮会当伫遐掠着永远的救恩。愿天父上帝用你永无改变的主爱，诚做盾牌四面来固守阮，互阮伫即个困境的中间，永远会当看见一条出路。因为主你的圣神伫遮来安慰保守，感动阮行伫主恩典的道路，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感谢主，听你话到永远。你听谁？请坐，咱今仔礼拜就到这。